恁若喊尔戆啦！哎哟，手机啊落个马桶内面过着屎，就看全家有智慧，人阮嘛通替你解决啦，是毋是？请问卡油的台语汉字爱安怎写？再念正确的啊，你就知倒一个啊。卡油，是卡油，卡油，卡油应该是。因为应该是第二个，超油是龙一般人我看人外口写卡油，拢是第二个，吧？第一个是龙吧？第二个应该是龙油。但是阮讲的是正确的台语汉字哦。第二个是下个是这地步一直单，一般啦，嘿，无偌济啦。我讲第三个嘛有可能诶，哦，你讲第三个信用卡卡油，哎呦，卡车卡油啊，哦，因为迄卡油应该是车的迄个卡油是站。无，应该我感觉应该是第三个。我搁改啊，搁改啊。第三个好无？你改来改去，到底第二？无怪伊10000分啊。嘿，这个就是10000分哦，贵贵啊！一般若过去就18000，恁才12000。你那18000就是因摕钱啊哦。哈 ，Oh my god！紧嘞，我最近就会一直老看。无啦选第三个好无？咱选无共款。好啦，第三个好啊。第三个才无简单呢。对。我感觉无可能。第三个卡油，我感觉伊拢无成绩哦。确定？确定哦。确定。好，来，咱来看 C 卡油对毋对？啊！是我们2选1还是？这个A 加 B， 机会来呀！这就困难了。 A 加 B， 是哇，汉字嘛，汉字汉字是用古早来，对，应该都是用那个敲 B 才对。哎，那个因敲是为那个现代敲现代键，讲，哎呀讲啊，迄嘛会当讲卡落来，嗯，迄嘛会当讲卡落来。汉字就应该是 B 啊，哎呀，是，确定哦。确定哦，确定。确定。好， B 哦，咱来是 B 还是 A？ B 也是 A。我甲你讲，看到10000块，大家手拢会流啊。不是因为这个限制，这题目限制起来是太多啊。老师那都无标准。嘿，对哦。老师老师那都无标准。来 A 还是 B？ B 啦，确定哦哈。好，来，咱来看 B 卡油对毋对？我讲第一个 A 吼，哎呦，都安尼啦，不要紧，咱请老师来给咱解释一下，老师。这就是人生无啊！唔对，一般咱就看伊安尼飞去啊。要紧张死，我唔敢有标准哈。后来咱以前其实这个卡哈，第一个卡油的卡，以前就有推敲的已经有啊，所以卡迄个动作本身就是打，哈，中文的拍来，还是甲物件卡来，所以讲啊，你到底这你是甲卡偌济啊？好，安尼讲啊。啊，第二字迄个应该要念做凯，啊，然后凯油，迄个是活个七的意思，哈，搁目前咱也未收这个字，搁来是迄个第三个是卡油，还是讲卡油 N 啦，卡啥物？所以你要去讲卡油，就是讲本身迄毋是你的物件，啊，你就讲卡，那像卡砖啊，甲安尼讲卡一块卡一块，所以是推敲迄个卡，吼卡油，啊，这字会当用到做者所在，譬如讲。卡电话、卡手机啊，哦，这拢是卡，嘿，所以大家会当尽量来使用这个台湾台语真正有影有趣味吼，嘛拢会哄骗对无？对，好，老师谢谢，谢谢老师。